台南市目前老年的人口大约36万人，占全市的人口19%。面对人口的高龄，社会更加重视高龄者的人性照顾。因此，对113年，市府针对志工的训练，就加入人性照顾，加入生命意义、自我价值探寻等人性的训练课程。今年更加导入生死的教育课程，引导志工加入社区的长辈，正向来看待死亡的课题，让长者家己参与安排食老以后，加入临终等生活。这个计划是由这个卫生福利部跟社会局指导的计划哦。那主要就是因为现在台湾面临这个超高龄社会的部分哦，那来办理这个灵性照顾训练的课程。那今天呢，主要是办理生死教育的一个讲座的部分，让我们这个志工们对生死教育能够有更多的了解。这样，今天要讲的是什么？生老病死，生老病死。我等下来讲啊。这一堂课2个重要的核心，一个重要2个字啊，核心概念就是2个字，叫做善终。我们每一个人追求的是不是善终的局面？不管你怎么来，不管你怎么生，你到最后是追求一个叫做善终的局面，是吧？那老师猛力啊，什么叫善终？这样，你认为有人讲到重点吗？他大声嘞，好死，第一讲的好死嘛，对吧？善终很重要的一个理念，我就说我们现在善终很重要的理念是要善生嘛。你要先谈善终的时候，你要先学会如何生活。待会老师会讲到我的善终，人生善终有4福，仔细听：生无忧，老无累，病无痛，死无憾。我待会会讲到这4个概念。什么叫生无忧？什么叫老无累？什么叫病无痛？什么叫死无憾？这届课程邀请南华大学生死学的助理教授蔡长颖，佮着台大病院婚姻医院缓和医疗病房的护理长杜怡如担任讲师，分别针对现代社会中的生老病死，佮着临终的关怀佮生命陪伴等议题，并且分享因多年第一线的工作经验，和参与训练的志工拢收获满满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